謝小朋友，多謝姚同苗校監。學校着重與家長嘅聯繫同溝通，亦注重親子關係嘅培養。每年均舉辦唔同類型嘅親子設計比賽，本年度分別有健康生活棋盤設計比賽以及環保錢箱設計比賽。現在就頒發獎項，交佢喺活動上有良好表現嘅幼兒同家長。請課程發展組李鳳明校長為我哋頒獎。整個分校代表接受九龍塘總校馮石賢同學、莊海玲同學、窩打老道分校陳建浩同學、梁子希同學、將軍澳分校賴全穎同學、譚子俊同學、麗港城分校賀俊熙同學、張信生同學。多謝小朋友，多謝李鳳明校長，請李鳳明校長留步。為培養幼兒對閱讀嘅興趣，頭先幼兒嘅幼兒組織有表達能力，增強説話嘅自信同勇氣。本月特別舉辦咗 Reading Dust 雙語欣賞會活動，讓幼兒透過講述故事，增加使用英語同普通話嘅機會。今日就特別頒發獎項，嘉許係應變中有最佳演繹嘅同學。現在請課程發展組李鳳明校長為我哋頒獎。請各領獎生上台接受。先頒發英語獎項，九龍塘總校魏宇晨同學、林浩朗同學、冼月欣同學；窩打老道分校蘇柏林同學；麗港城分校黃珊妍同學、呂學齊同學。多謝小朋友，接住係普通話獎項，九龍塘總校陳朗然同學、葉希正同學；窩打老道分校莫海晴同學；將軍澳分校鄺成志同學。
多謝小朋友，多謝李鳳明校長。學校致力促進小朋友達至全人發展，尤其係英語、繪畫、舞蹈方面等等。特別同綠苗工作坊喺各分校合辦咗課堂培新英語拼音班、英語貼李子賢同學、將軍澳分校歐巧橋同學、麗港城分校蕭子婷。多謝小朋友，多謝黃潤明校長，請黃潤明校長投到。繼續係頒發課堂延伸英語拼音班嘅獎項，請各分校代表接受。九龍塘總校李善穎同學、將軍澳分校翟子浩同學、麗港城分校李姜同學。多謝小朋友，多謝黃潤明校長，請黃潤明校長繼續留步。接住係頒發小主播班嘅獎項，最佳小主播九龍塘總校錢力文同學，飛躍小主播九龍塘總校黃星月同學。多謝小朋友，多謝黃潤明校長。最後係請綠苗工作坊報告課程總監 Mr. Andy 為我哋頒發英語跳舞班嘅獎項。整個分校代表接受九龍塘總校周瑞儀同學、何紀瑩同學，將軍澳分校鮑依晨同學，麗港城分校任海彤同學。小朋友，多謝 Mr. Andy。為咗能夠為幼兒提供更全面嘅服務，本園另有7所幼兒園，為滿2歲學前階段幼兒提供服務，令服務更趨多元化。經過1年嘅愉快學習，幼兒園嘅小朋友即將升讀幼稚園。現在請主禮嘉賓鍾麗金校長以及校監余明如女士為我哋頒發幼兒園結業證書。請各分校校長、園長陪同。首先請九龍塘總校代表上台接受證書，請黃國林園長陪同，郭啟樂同學、林雅柔同學、楊國賢同學、何樂苗同學、歐津明同學。
我哋一齊俾啲掌聲鼓勵下小朋友啦！多謝小朋友，唔該洪樂文會長。請窩打老道分校代表上台接受證書。請陳以文校長陪同，陳宇希同學、葉海怡同學、陳奕芬同學、胡希樂同學。小朋友先得2歲就已經做得咁好，我哋真係要俾多啲掌聲佢哋啦！多謝小朋友，唔該陳以文校長。請為港城分校代表上台接受證書。請劉華雄會長陪同，黃木賢同學、余敏賢同學、袁幼文同學、楊希順同學。我哋再一次俾掌聲呢班咁可愛嘅幼兒園小朋友啦！多謝小朋友，唔該鍾麗金校長、袁明元校監，唔該劉亞榮園長。多謝鍾麗金校長、袁明元校監及各分校校長、園長為我哋頒發證書。秩序11，長試天賦常日高。請各位嘉賓、各位家長